粹咧就係即係想建立一個平台，即係可以凝聚到一個社群啦，互相可能靈性嘅探索啦、學習啦。因為過去可能自己個人嘅體驗啦、工作啦，想結合咗，即係其實身邊可能唔同嘅人啦，包括自己啦，想做嘅，可能想喺自己眼前想顯現顯化，想一齊建立建設嘅一啲形象形態，咁有一個生態圈、生態網絡，多多少少係探索生命、探索生活嘅。我自己又我叫 Derek 啦，咁過去我會喺邊度出現過咧？我喺有個慈善機構咯，綠色生活教育基金喺嗰度做過活動統籌啦，咁做好多身心靈嘅活動，素食嘅廚藝啊，咁推廣綠色生活啦，簡單。咁亦都同一時候，我又喺南涌有一個地方，鹿頸，呢個就係我哋識嘅地方啦。係啦，Victor 嗰陣時又自己趕嚟到，應該係啊，住一個星期，一定要住一個星期，揾到啲隱世嘅秘景咁講。咁南涌就係啦，喺粉嶺再坐20至半個鐘頭車入去嘅一個位。呢個地方叫做雲精堂，雲精精舍，有幾個名，有時我簡稱佢精舍。咁過百年歷史，咁都有唔同嘅訪問啦，會有嚟過，可能喵喵喺 YouTube 上面會見到，開 TV 又會有號外啦，暫時即係仲有幾個媒體都有嚟過。咁我哋喺嗰度叫做我喺嗰度生活咗2年，叫做搞一個共居嘅空間，跟住仲會可能有啲唔同類型嘅活動退休嘅，咁所以佢嗰個形態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咁所以自己生命入邊有個呢啲咁樣嘅經歷同體驗啦，想創造一個平台、一個圈、一個項目咯，想將呢啲嘢去整合過嚟，咁喺嚟緊嘅唔同嘅時間，佢可以助長到我當某一種嘅靈性嘅發展，係啊，咁係一個好係人社群學習修行，咁當然喺嗰個靈性嘅探索入邊，即係頭先講嘅好多係相對精神層面上，咁但係都即係社群嘅圈子，或者講到綠色生活，亦都好多係環保嘅。講到生態村，有落手落腳去建設，去起一間屋，有好多角度，咁但係全部都係講緊將生活提升，係啦，內到外，再由外到內咁講，所以叫做希望逐步將啲有價值嘅唔同嘅事情堆砌埋一齊，令到有一個生態嘅運作咁樣，不停產出價值，創造一啲催化嘅化學作用，創造到契機俾好多唔同有呢一方面興趣探索自己精神世界、靈性世界嘅人，可以喺呢一個位置度揾到少少自己嘅答案。我諗應該3言2語都唔能夠完整地去將可能我嘅心意或者佢可以變成嘅一個模樣去完全講出嚟，咁但係一啲好基本嘅一啲運作咯，就希望結集一班導師咯，有所問啊，就係呢方面興趣同學習嘅一班同路嘅人咯，共同願景嘅一班人，咁去建立一
啲線上嘅分享到一啲課程，跟住再嚟嘅就係線下嘅活動。咁我哋會希望以一個會員嘅形式，咁每月嘅收費去支持住成個項目嘅發展。咁其中我哋亦都係好希望可以建立到好多一啲生態嘅據點咁講。咁可能由一啲嘅農田，去到一啲村屋，去到一啲唔同嘅據點，一啲身心靈中心。點解叫木林山水咧？因為自己喺運正堂嘅生活，就好係一個好大自然嘅地方，成個山頭得一間屋，咁共居生活2年之間都同個即係相對長住嘅朋友都15、6個，咁好嚮往一種喺大自然嘅生活，跟住生活同工作啦、活動啦、工作坊啦、修行啦，好多嘢同一時候連埋咗一齊，社群啦、社交啦，相對一種好豐富嘅體驗。咁但係同一時候就好多嘅唔同嘅契機，離開咗呢一個地方。咁其中我就去咗亞馬遜森林3個月，巴西嗰